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要帮各位介绍这一段呢，内容非常重要了。我们大家都很向往说，为什么他能成佛？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一切诸佛，他们是从哪个地方写起来的？从哪个地方下手？最后他功德圆满，智慧成长了，最后达到福慧双修啊，一切都圆满。佛是从哪里学取的？从哪里学？第一个就口和无争。口啊，就讲话，口就是讲话。我们讲话要和和气气的，无争就是不要争斗，不要起摩擦啊，不要什么事情就用很尖酸刻薄的话呢来去刺激对方。佛陀都很慈悲，有包容啊，跟众生啊和好相处。所以他这个讲话很柔软，给众生带来希望，给众生带来鼓励，啊，给众生有一个有正面的带来好处。讲任何一句话都是给众生，都是有将来性。所以口和无争，这是佛从开始要未成佛以前，就从这个地方下手。毁义不动，在未成佛以前，人家怎么诽谤你呢？或者是过度的赞叹你咯，他的心如如不动，不受影响，就叫毁义不动。毁义不动，就是心呢保持平常心，保持平常心，不会随便的动摇啊。因为我们一旦动摇了，会很容易随着外在的环境这样变动啊。有时候过度的奢求啊，我们期待着说你经常给我赞叹。那万一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马上就起了懊恼心了、烦恼心了。所以我们要练到、修行到毁义不动。就算他诽谤你、赞叹你，你的心一样保持平常啊，如如不动。第三个叫做护众如己。我们爱护众生，就像爱护自己一样，把别人当作自己，因为我们对自己最关心的，对自己是最重视的。今天如果把这样一个心来关心所有的别人、一切大众，那你的心，这个心啊，就像佛心啊，没有一点私心，就像佛在世一样啊，处处都是为了众生，这功德无量了。所以护众如己，爱护众生就像爱护自己一样，这样去对待，那么众生就没有敌对了，大家不会起冲突。第四个就是忍辱负重。忍辱负重，我们人啊，在活在世间，不可能样样都如意啦。有时候啊，有一些灾难啊，或者是遭受到别人啊对待不平等的对待，那么你都要能够忍受啊，忍受。那不要说动不动就发脾气、暴跳如雷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人没有修养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忍辱，要有承担哦，不是负担，要承担。承担就是非常欢喜去面对你所要做的事情，我勇于去承担，好好去处理啊，那么勇于去接受，这叫做承担。欢喜心就是去做事情，就是承担。如果这心不甘情不愿，哎呀，心里面烦恼了，觉得这个是给我压力了，那就是负担了。佛呢，都是面对任何困难，他都欢喜去接受挑战啊，然后愿意去面对问题来处理问题，这叫承担。我们呢，佛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习，口和无争，毁义不动，护众如己，忍辱承担。如果大家想成佛，我们也应该从这个地方慢慢的、一步一步的来学，自然呢，自然我们的功德会圆满啊，功德会圆满。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